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第2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宗义长老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祈祷。各位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阿爸父神，谢谢你再次聚集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透过牧师的话语，然后来理解主你的旨意。主，求你圣灵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也打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从你而来的意念，从你而来的旨意，使我们明白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在此线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昨天但以理书的第1章，大概有讲到但以理他整卷书它的分段。那昨天看到是整个但以理书很重要的基础背景。那今天进入第2章，是但以理为王是王的做梦和梦的讲解。那特别从第2章到第7章这一段呢，是用亚兰文来书写的，和第1章的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那在今天这一段当中，是但以理书最长的1章，总共有49节。那一开始看到王做了梦，术士无法回答，王就发怒，杀灭所有的智慧人，而但以理来出面求情。那在和同伴在祷告的意象当中，就得到了启示。那第3段看到了但以理他如何为王解开王的梦，并且呢为王来解梦。那最后是王就向但以理下拜，赏赐但以理，并派但以理管理全国，还有全国的智慧人。这是今天非常精彩的第2章。那我们就先请宗义长老带我们来读今天这段经文。那先请宗义长老带我们来读第2章的1到6节。好，第1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2年，他做了一个梦，这梦使他心里烦乱，不能入睡，因此他派人招来占卜家、法术师、巫师、占星家等为他解梦。当他们都来站在王面前的时候，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很烦，我要知道那梦的意思。”他们用亚兰话回答王说：“陛下万岁，请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好为王解释。”王说：“我已经决定，你们要把我的梦告诉我，然后解释梦的意思。如果不能，我斩断你们的四肢，并且使你们的家成为废墟。如果你们能把我的梦说出来，并且解释梦的意思，我就奖赏你们，加荣誉给你们。现在把我的梦说出来，解释给我听吧。”好，谢谢。那这里讲到第1章的时间是尼布甲这个约雅敬在位的第3年了。那也是在尼布甲王他登基的时候。那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2年，那表示呢只相差了1年。那昨天讲到了说但以理他这个读了3年，要在巴比伦的所谓巴比伦大学我们有个统称必须要接受3年的装备才能够被王考试，在这个王的身边来工作。但是这里只有1年，那表示他还没有读完，那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他怎么去解梦？他怎么样去回答？好，那所以在这里另外呢，就是在旧约的希腊文，就是74译本的抄本呢，这里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第12年，第12年。好，那但以理大概就是接近30岁、20几岁左右。好，所以这里有2种的看法。好，但是不管是就希伯来文的抄本，或是希腊文旧约的抄本，那就是尼布甲尼撒他
做了一个梦，而没有人能够为他来解梦。好，那这里他出动了巴比伦最有智慧人的代表术士、巫师、行邪术还有占星家等等呢，要来为他解梦。那他这个说这个梦使他心里烦乱，那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梦一直反复出现，就是一直做同一个梦。所以这个梦呢，不知道是第一天还是梦了好几天，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反复同一个梦，所以他就必须要知道这个梦的真相。那但是呢，王要这些加勒底巴比伦的智慧人解梦的时候呢，那他们很兴奋能够为王解梦，但是说请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好为王解释哦。那第4节这里还特别说，他们用亚兰话回答王用亚兰话回答王。好，那这也是为什么从第2章开始从用亚兰话。好，那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他是听亚兰文，那这个也是当时的通用，或是这是亚兰从亚述帝国开始流传这样的亚兰语，那表示这是要对当时的世界所说的信息。那这整个故事的发展呢，或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脉络呢，是要让世界都知道，当时的世界的人都能够知道。那王就说你们要把梦告诉我，如果不能就要斩断你们的四肢并使你们家成为废墟。那就是和本写临池和粪堆如果能够解答那不能解答就要被断手断脚。如果能够解答就要给你们赏赐，还有加荣誉给你们好，那所以当然大家都想要得到王的赏赐和荣誉，但是王呢他要求就是要能够解出这个梦所以再请这个王尼布甲尼撒做这个梦，那这个对他的反复出现就要造成很大困扰。接着我们再请周院长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第13节。好，第7节，他们再次回答王说：“请陛下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好为王解释。”这时候王怒喊：“我早就知道你们想拖延时间，因为你们知道我已经定义，如果你们说不出我的梦，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们。你们彼此串通，想欺骗我，以为时间可以改变情况。现在快把我的梦说出来，我就知道你们真的会为我解梦。”他们回答：“世界上没有人能把陛下所要知道的说出来，从来没有任何国王对占卜家、法术师或占星家这样要求，即使最伟大、最有权力的国王也没有过。陛下所问的实在太难答了，除了神明，没有人能回答。可是神明并不住在人间。”王大发雷霆，下令把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都处死。于是王的命令发出，要杀全体顾问，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以上。谢谢。那这些的智慧人呢，再一次的跟王来请求，让王能够把梦想起来，赶快告诉他们。王不要生气，王不要消灭我们。但是呢，王呢更生气。第8节说怒喊，早就知道你们想拖延时间，所以连这个解梦都必须要及时。尼布甲尼撒他想要第一时间就要能够知道这样的梦，这个梦对他来讲很重大，但是他又想不起来。那所以他认定是这一群的巴比伦智慧人在拖延。所以我已经定义，若说不出这个办法，就是就是照刚才所讲的办法，就是斩断他们的四肢，使他们抄家灭族，因为他们彼此串通，想欺骗我。那这一句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出，在当时巴比伦王宫或是在尼布甲尼撒的身边的人，在尼布甲尼撒的眼中呢，都是不相信的、不信任的，他们没有所谓真正的情谊。说是尼布甲尼撒呢是非常的自恃甚高，并且认为身边的人都是联合起来要欺骗他。但是他们的回答呢，的回答就是没有人能够做到，只有神，但是神呢没有住在人间。这样的回答是没有错，但是呢12节王就更生气，
而且下令就是决定就是要执行，要杀死所有的智慧人。现在多译本翻成顾问，但和合本翻成智慧人。王的命令发出，那这个就是开始执行。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都得死啊！因为即便但以理能不能解梦，或是他3个朋友是不是占星能够看星象，都不重要的，就是全国的智慧人都得死啊！不管他是搞建筑的，他是搞文学的，他是在巴比伦学到了什么样子的技术，都得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4节到第23节，请这个钟院长带我们来读。14节，但以理去见那奉王命执行处决令的侍卫长亚略。但以理婉转地询问亚略，为什么王下这样严厉的命令？亚略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但以理立刻向王请求宽限，好使他有时间为王解释那梦的意思。然后但以理回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的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他要求他们向天上的上帝祷告，求他怜悯启示这梦的奥秘，使他们不至于跟其他的巴比伦顾问一起被杀。当天晚上，但以理在异象中得到奥秘的启示，因此他颂赞天上的上帝，愿上帝的名得到称颂，世事无穷，因为他全智全能，他改变时间季节，他会王立王，他是聪明给聪明人，是智慧给明达人。他启示深奥的事，他洞悉暗中的事，光一直与他同在。我祖先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你是给我智慧和力量，你垂听了我的祈求，只是我们该怎样向王解梦。以上。那在这里但以理呢被这个去见那奉王命执行处决的侍卫长亚略，所以表示这个但以理呢，他听到这个消息，那他先找到这个执行官叫做亚略。那这亚略在这里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跟但以理解释王为什么下这样严厉的命令。那第二个，他也帮但以理来传话，能够向王请求宽限。那这个16节看起来是但以理直接去向王见面，使但以理有时间为王解释那梦的意思。但是在等一下我们读的24节里面呢，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再重复一次，所以表示说这里16节应该是把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先概略的叙述，然后24节才是那个中间执行的过程。好，那但以理呢向王请求之后，他的决定并不是去找其他星象家，或是去其他的用其他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告诉他的3个朋友，那并且呢要他们4个人一起向天上的神祷告，用他们的智慧没有办法来解决，来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无理取闹的要求，但是他们只能够祷告，第一个使他们能够保命，第二个呢使上帝能够在这个国度来掌权。那这个祷告时间不知长和多久啊，但是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说当天晚上，和本是说这奥秘就在夜间异象，在夜间异象。那若是当天晚上，那就一祷告上帝就回应。那但是我们看后面但以理的祷告，有时候不是这样子一祷告就回应，也不是但以理能够解说的梦。我们看到后面的下半段，但以理自己做的梦他自己也没办法解释，还要天使来为他来解释但是呢这件事情是上帝刻意要让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能够有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所以当但以理得到这个梦呢，他也是先用祷告，所以遇到危机的时候祷告，遇到他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呢，他也是祷告，而且这祷告就是一个颂赞的祷告，就是颂赞上帝的智慧还有能力，颂赞上帝他怎么样来改变时间季节，废王立王，赐聪明给聪明人，赐智慧给明达人。所以但以理在学这个亚兰文，这段亚兰文的这个诗歌，这个祈祷文是要让当时世界人知道这位神才是真正应该得到称颂，而且是亘古直到永远，是世事无穷，
不论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智慧累积有多高，但是应该真正要认识这个神。那他定的时间，还有22节启示深奥的事，连巴比伦的智慧人都束手无策，都举白旗投降他们真的答不出来一个没有告诉我们答题目就要来解梦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位但以理所祷告的神是一个洞悉暗中的事，光一直与神同在。所以但以理感谢神，赞美神所赐的智慧力量，让他垂听了我的祈求。只是我们这里又变成复数，所以前面呢是第一人称单数我，第二后面呢变成是我们。那这我们是谁呢？好，那就是一起祷告的同伴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好，那所以在这祷告当中，但以理他就得到了一个把王的梦呢，居然就在他的意象当中就展现出来。好，那他也很清楚的确定这就是王的梦，甚至他也知道这梦所代表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周院长带我们来读24到28节。4节，于是但以理去见奉王命执行处决王家顾问的亚略，对他说：求你不要处决他们，带我去见王，我要替王解释他的梦。亚略立刻引但以理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对王说：我在犹太俘虏中找到一个人能解释陛下的梦。王对但以理又名伯提沙撒说：你能把我做的梦说出来，并且解释它的意思吗？但以理回答：陛下，任何术士、巫师、占卜家或占星家都不能向你解明这事。可是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上帝，他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指示陛下。现在我要把王的梦，就是王睡着时得到的意象，向王讲解。以上。谢谢。那这个24、25又回到16节的情境，就是但以理又透过亚略去传达，就是先不要杀，让他能够去带我去见王我要替王解释他的梦。好，那不管这是第一次或是第二次呢，那这个但以理要见王，虽然即便他是巴比伦的智慧人，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立刻能够见王。但是25节的反应是亚略就立刻，和本说亚略急忙，表示他也是很紧急。那还有就是但以理这样子回答他，那他也相信。所以他怎么跟王说呢？我在犹太俘虏中找到一个能解释陛下的梦那这个现代中译本直接用犹太，和本是犹大俘虏。好，那这个犹太就是指犹太人，犹大是指南国犹大。好，那这里也是一样，亚略来向王邀功，他找到了，但是不是他找到，是但以理来找他。但是这也不是重点。王就对但以理挂号，又名伯提沙撒，和本有保留这一段。就是伯提沙撒、但以理这个名字同时出现，是为什么呢？因为伯提沙撒是巴比伦的名字，是当时被用亚兰文的这个巴比伦的帝国世界当中，他们大概只记得伯提沙撒，但是他们不认识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但以理。但以理就是神是我的审判，他们不认识这个神是我的审判，他们认识是这个伯提沙撒，马杜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神的王。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原文的意思，就会看到这是2个神的名字，然后呢在较劲但是王对但以理说：你能把我的梦说出来吗？但以理说：他不行，没有人可以。但是呢，天上有一位启示奥秘的神，他已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指示陛下。所以这个梦境跟这个梦的解释的重点就是，这是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就是一个连续的历史事件。所以但以理很有自信的说：现在我要把王的梦，就是王睡着时得到的意象，来向王来解释。接着再请周院长带我们来读29节先到35节，29到35。29节，陛下睡着的时候，梦见了将来的事，启示奥秘的上帝把将要发生的事指示了王。现在我也得到启示，
这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而是要让陛下知道这梦的意思和王心中的意念。陛下，你在意象中看见，在你面前有一座巨大的像，光亮闪耀，使人不敢观看。这像的头是用金做的，胸膛和手臂是银做的，腰和臀都是铜做的，腿是铁做的，脚是铁和泥土混合做的。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块未经人手开凿的巨石从山岩上滚下来，击中那像，把那铁泥混合的双脚砸碎了。铁土铜银金立刻粉碎，像夏天禾场上的灰尘，被风吹散，连一点碎屑都找不到。但是那巨石却越来越大，变成一座大山，覆盖全地。以上。那这个就是这个梦境的内容。那而且这也是一个画面，就是先看到一个巨大的像，那从他的头到他的上半身、胸膛，到他的腰臀，还有腿，到最后的脚。那这样子的分阶段的下来是不同的材质。那而且呢，他还讲到王呢，就是王在尼布甲尼撒王正观看的时候，就有一块未经人手开凿的巨石表示说这不是一个人为的石头，是一个天然浑成的一个石头，就从山岩上滚下来，击中了那像，那击中那像的什么铁泥混合的双脚，就从他的脚底开始砸碎。那上面的铁土铜银金就倒回去，由下而上就立刻粉碎。所以这个脚呢，让上面都粉碎。那粉碎变成像禾场上的灰尘，被风吹散，连一点碎屑也找不到。但是这故事还没有完，那巨石还会长大。那这石头在人的理解是没有生命，但是这个不是人手开凿的石头，居然砸到这个巨像的脚之后，还继续长大。长大什么呢？变成一座大山。那这大山呢，还覆盖全地，所以很难去用画出这个完整的像这完整的梦。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种这个绘画呢，这个石头好像这样从天上砸下来，不过它是从山岩上滚下来的，而且呢还会长大的一个石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周长带我们来读从36节到43节。36节，这就是陛下做的梦。现在我向你解释梦的意思。陛下，你是所有君王中最伟大的王，天上的上帝立你做帝王，赐给你国度、权柄、能力和尊荣。他使你统治人类居住的世界，管理飞禽走兽。你是那座像的金头，在你以后将有另一个帝国出现，但没有你的国大。后来又有第三个帝国出现，就是铜的帝国，要统治全世界。再后有第4个帝国，它像铁一样坚强，能击碎任何东西，正像铁打碎东西一样。它要打垮所有以前的帝国。你所看见那泥铁混合的脚和脚趾，是指将有一个分裂的帝国出现。它具有铁的力量，因为是铁和泥混合的。铁和泥混合的脚趾是指那帝国将部分强盛，部分衰弱。你看见的铁跟泥土混合，这是指那帝国的统治者要想以通婚统一各民族，但是不能做到，正像铁跟泥不能混合一样。以上。好，谢谢。梦但以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把他的梦还原之后，第二个要做的就是这个梦的意思要解释，所以这段都是用亚兰文，那就是在但以理那个时代，是向全世界的人来通告的这个王的梦，还有这个王梦的意思。那所以按照这个设计，应该这个梦是全世界家喻户晓，而且全世界都应该要得到的讯息，至少在巴比伦帝国当中，那可以流传。那这个梦呢，讲到尼布甲尼撒是所有君王中最伟大的，
就是那个诸王之王，天上的神立你做帝王。好，那这里是重点，不是你靠你的爸爸继承这个新巴比伦帝国，不是这样子而已，是上帝的运作，赐给你国度、权柄、能力、尊荣，使你统治人类居住的世界。这里讲的是人类，就是世人，而且不仅是世人，连飞行走兽都一起统治和管理。这几乎就是好像有点像伊甸园当中亚当，上帝把伊甸园交给亚当来管理。现在上帝把这个巴比伦帝国所管理的，可能从当时有人类文明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但是呢，你是那座头的金头，那座像的金头，就是金的部分。而在你以后有另一个帝国出现，但没有你的国大。但后来又有第三帝国出现，就是铜的帝国要统治全世界。再后来有第四个帝国，它要像铁一样坚强，能击碎任何东西。那这里1、2、3、4，那在原文当中就是1、2、3、4，有4个很清楚的帝国。那但是这4个清楚的帝国呢，那我们现在理解都是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但是呢，不同的理解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就到希腊结束，没有到罗马。不过比较多都认为这是到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才有真正的分裂成2条腿，东罗马、西罗马。那但是第二个帝国呢，没有你大，这个它的和本是说不及你啦。那我们如果是没有你大的话，那波斯帝国是比巴比伦帝国还要大3、4倍以上。那这个就会语义不通。那应该是保留和本的翻译说，另外一个帝国，第二个帝国是不及于你。那个不及呢，不是指大小，而是指价值。因为这个金银铜铁的价值当然是金最有价值，银呢就没有像金，铜呢又没有像银，铁没有像铜。所以应该是价值降低。可是有个特征，它的价值，它的那个金属的价值降低，可是它的硬度呢增加，越来越硬。金呢反而跟铁比起来的话，当然是铁胜过于金。所以价值衰减，可是硬度变硬，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他们是越来越靠这个拳头，越来越靠这个战争，越来越靠这个武器，越来越靠他们的这个不是像巴比伦的智慧，不是用巴比伦人所累积这样各样的智慧。好，那这第4个然后呢，第4个帝国像铁一样坚强，能击碎任何东西，正像铁打碎东西一样。所以讲到坚硬，打垮所有以前的帝国。那41到43节，还有那个角是泥铁混合的脚和脚趾，指的是指膝部以下这个脚踝以下脚底将有一个分裂的帝国出现。所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把这个脚踝以下到脚趾10个脚趾头，要怎么样去从东西罗马帝国去累积东边5个，西边5个，或是这10个通通加起来要凑满10个，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解释。但这个很困难，很困难去定义。或许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就是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那你就很清楚知道这10个到底是谁。所以以前的解释，旧约时期到新约时期到初代到中世纪到近代到当代到现代，这样的解释呢，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看到，但是越现代的解释会越清楚，就是不会再把它只有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好，那你看到铁和泥土混合的，是指让帝国统治者以通婚统一各民族。那感谢现代中译本把这个意思翻得很清楚。那和本是说他们有掺杂的后裔他们铁泥掺杂，代表他们有混杂的后裔。好，那混杂就是指在这个通婚的部分。好，那现在中译本直接翻到位，好，就是铁和泥不能混合，就是他到底是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亚洲人，好，就是用通婚的方式。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像呢，好的长相就是金头巴比伦，好，主前605到539，大约是70年。那波斯马代539到311，大概是200年。
希腊331啊，对不起，331啊，33希腊331到168啊，大概是160、170左右。罗马呢是主前168到主后476，这是西罗马，大概就是有将近600-700年。好，那后面半铁半泥呢，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一直到现在，那分开的欧洲，那变成两角，好，或是也有人用来指，好，这个是不同的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好，那这一切呢，好，在第2章呢，就是一个整个但以理书很重要的讯息。好，那这个信息在第7章的时候会看到另外一个意象，尼布这个王的另外一个意象。好，这是到时候可以把它结合起来。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画面要把它一直存记。好，最后2节44、45，再请中义长老。当那些统治者在位期间，天上的上帝要建立一个永无尽期的王国，这王国绝不会被征服，反而要彻底毁灭所有的帝国而永远存在。你看见一块未经人手开凿的巨石从山岩上滚下来，你又看见它砸碎了金银、铜铁和泥做的像。这伟大的上帝是要让陛下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这梦是真实的，解释是可靠的。以上。谢谢。那这个里面就强调，上帝的主权是要建立另外一个国，不是地上的国。即便金银铜铁泥都全部出现，但是呢，这都不是上帝要建立的，而是另外一个从山岩上滚下来的巨石。那么知道这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上帝的国度。所以简单说，就是神的国要取代人的国，天上的国要取代地上的国。所以这个天上的国是一样有头、胸、腿、腰、腿、脚。所以在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全副的军装，救恩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钥匙、带子束腰、平安的福音鞋，还有左手右手还各有东西。好，在这个具象左手右手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但是呢，以弗所书是有圣灵的宝剑和信德的盾牌、信心的盾牌。那最后46到49节，再请中义长老带我们来读。中义长老的麦克风，中义长老的麦克风要打开。中义长老的麦克风没有打开，没有听到。那我来读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上，向但以理下拜，并下令向他献供物烧香。王说：因为你解释这奥秘，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中。来，请46到49。刚才卡到了。麦克风好。那个中义长老46到49。46节到49节。中义长老有没有又断讯了？因为你解释这奥秘，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中最伟大的神，是万王之王、万王之主，是启示奥秘的上帝。然后王赏赐但以理许多贵重礼物，又提升他，委派他管理巴比伦省，并任他做王家顾问之首。王应但以理的请求，委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看这里已经统统改成这个巴比伦的名字，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但以理本人却留在王宫里，所以这里是2种名字，一个是希伯来名跟巴比伦亚兰文的名字。好，那在最后这一段呢，是一个不可能，王居然像伏在地上，他意思是脸贴在地上，所以他的原文是脸贴在地上，所以是在伏下拜，而且呢，像把但以理当神，还送他供物和礼物烧香。好，那让他并且说这个是但以理这时候变成不是神，是像祭司。好，那他知道说，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中最伟大的，所以呢就提升他。好，王也说到做到。好，甚至呢，如果他是只有在巴比伦的第2年，他就提升这个地位，那他非常的年轻。如果第12年的时候还是很年轻，大约是在30岁左右。好，那应该是在30岁左右比较有可能。所以呢，做王家顾问之首，意思就是
掌管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我觉得这个原来的翻译意思比较好，所有的巴比伦智慧人都是你在但以理在训练，他在带领，他在管理。那但以理也带他3个朋友呢，请求留在王宫当中啊。所以这个亚兰文所记载的事件呢，就流传在当时的巴比伦帝国或是亚兰文的世界当中。好，那今天这一段让我们看到这2到7章的亚兰文是向世人传达的信息。但以理他用委婉的言语、智慧、勇气救了智慧人，最后管理智慧人。而世上的王呢，操弄生杀大权，但在上帝的面前呢，必须得向神的儿女下拜，是因为神的儿女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那也谢谢钟义长老带领我们读今天的第2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见证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天上的神要建立天上的国，地上的王却是起起落落。我们住在地上的人必须明白，地上的国是终有被消灭的一天，唯有进入天上的国才是我们所要进入永远的归宿。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让我们能够活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上帝的话、梦、意象智慧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也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脚步。我们这样子同心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拜拜。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